大家好，我係5C 班方宇本。2024年11月27號至到30號，我哋學校24位5年級嘅代表去咗南京安徽省銅陵市進行咗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就等我先介紹第一日嘅行程先啦。11月27號係旅程嘅第一日，同學們晨早6點半就返到學校集合，大家都有說有笑，非常之期待，連我都唔例外。我哋第一次由校長同埋老師帶領，通過機場安檢，經過出境櫃位，最後就上飛機。第一次搭飛機嘅同學既緊張又興奮。落機之後，我哋再搭3個鐘嘅旅遊巴去天井湖公園。我睇到各式各樣喺香港冇見過嘅植物，嗰度嘅景色美不勝收，令我感到心曠神怡。冇諗過喺銅陵市嘅公園散步，原來係咁舒服㗎。之後我哋就去咗享用晚飯，銅陵市嘅美食令我哋兩眼放光。雖然經過一整日嘅舟車勞頓，當我哋去到酒店嘅時候，都冇忘記先去走一次火警逃生路線，以策安全。之後我哋就返酒店房間休息。第一日嘅旅程就咁樣結束啦。大家好，我係5C班嘅溫可峰，而家就等我介紹第二日嘅行程啦。我哋朝早食完自助早餐之後，我哋就探訪一間姊妹學校——銅陵市瑞龍小學。一踏進校門嗰刻，入邊嘅師生就好熱烈歡迎我哋。佢哋嘅老師仲帶我哋遊覽咗入邊嘅牡丹花園添，裏邊有好多唔同品種嘅牡丹。原來喺牡丹盛開嘅季節呢，瑞龍小學咧會開放俾附近嘅居民同埋同學入嚟呢一個牡丹花園裏邊賞花。花園附近仲有幾個亭俾大家休息。花園入邊呢就有3塊舊石，石上面就刻咗古詩，真係好有意思啊！跟住我哋就去咗瑞龍小學嘅菜園，裏邊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菜，有生菜啊、蘿蔔啊、紅薯。我哋呢就喺瑞龍小學嘅師生帶領之下，第一次體驗呢一個挖紅薯同埋拔蘿蔔。我終於體驗到農夫嘅辛苦，明白到粒粒皆辛苦嘅道理。之後我哋就去咗佢哋嘅操場。原來國內嘅學校嘅操場入邊呢都有跑道啊，同埋一個好大嘅草地，甚至比香港球場更大添。我哋仲喺嗰度跑咗一大個圈添，真係好羨慕佢哋啊！之後我哋仲參加咗瑞龍小學嘅升旗禮。我亦代表我哋學校上台喺國旗之下同佢哋嘅師生分享。玩完之後，我哋就分組去到瑞龍小學嘅學生同佢哋一齊上課，仲交換咗禮物添。下晝呢，我哋就去咗南京安徽省銅陵市博物館。我哋喺入邊呢就睇咗以前同埋現代嘅青銅製品同埋陶瓷製品。我哋呢仲睇到一啲雕塑，係講述以前人們好辛苦咁整緊一啲青銅製品，令我哋反思到而家嘅生活係幾咁幸福。我哋真係要好好珍惜啊！
大家好，我係5C班黃思文，跟住就到我介紹第3日嘅行程。第3日，我哋一早就搭旅遊巴去銅陵市田家炳小學。呢一日，我哋參觀完學校之後，就同田家炳小學嘅同學一齊上堂。原來網球呢一項運動係田家炳小學嘅重點培訓項目嚟嘅。學校裏面有2個網球場，我哋個個同學都有機會嘗試打網球。教練仲讚我哋做得好添。之後我哋上咗一堂唔一樣嘅中文堂，由當地老師教我哋一首唐詩《山中》。國內同學上中文堂同我哋喺香港上堂真係與別不同啊！真係一次有趣嘅體驗。上完堂之後，我哋就同當地嘅同學互相交流，欣賞大家嘅演出，非常熱鬧。下晝我哋返去南京市，去江南公園度參觀。導遊姨姨為我哋介紹咗唔少嘅中國歷史，學到古今學考試嘅制度差異。參觀完之後，我明白無論古今考試嗰陣時都會面對唔同嘅壓力，相對於以前嘅考試環境同埋制度，我哋都算幸福啦。大家好，我係5B 班唐葉嘉。嚟到行程嘅最後一日，我哋去到中國近代史遺產博物館。博物館內非常多人，好彩我哋都揾到一個安靜嘅地方參觀同拍照。在博物館內，我學到有關孫中山嘅歷史，仲參觀咗當時嘅總統辦公室，令我對孫中山嘅歷史充滿好奇，希望更深入了解。下午，我哋依依不捨去到南京機場，一邊等飛機，一邊完成旅程中嘅分學功課。旅程中，我哋學會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協調。這次旅程我感到非常愉快。當我長大後，一定重臨南京，參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嘅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